Hello，大家好，希望大家平安。我叫強強，我想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，有月餅食啊，好開心！香港製造，一個好得意嘅妹妹拎嚟韓國送俾我，真係好感動。食月餅啦，哇！哇！冇蛋黃喎。真係好耐冇食，如果有蛋黃會比較好啲，有冇？冇啊，冇所謂。暫時喺首爾我未揾到月餅。咁我今年又係喺韓國過中秋節。不過我喺韓國又冇親戚，同埋我都唔係韓國人，所以我同唔到任何人慶祝，好可惜。其實呢個時候返香港都好啊，不過返唔到香港。好，大家中秋節快樂！